Hello，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 港識足。咁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呢，就係英超第30輪嘅焦點賽事嘅賽前預測啦。咁我呢一個預測呢，就會分兩 part 嘅，分別就係 part 1同 part 2。咁呢一條片就係 part 1啦。咁 part 1呢，就會講兩場賽事。首先就係曼聯對阿士東維拉，然之後就係呢一個車路士對紐卡素。好啦，咁事不宜遲，開始今日條片嘅內容啦。咁首先就係曼聯對阿士東維拉呢一場波嘅賽前預測係點呢？嗱，阿士東維拉其實上一場英超呢，就係1-4輸咗俾呢一個車路士，仲要係主場出擊嘅。咁而曼聯呢，就上場作客紐卡素就俾紐卡素絕殺，咁就2-1輸咗。咁兩隊其實上一輪嘅英超都係輸咗波，咁但係今輪嘅英超究竟我點睇呢？我會點樣預測呢？咁其實曼聯要贏嘅方法呢就好簡單嘅，就係參考翻車路士上一場嘅打法。大家知唔知道點解阿士東維拉其實咁難踢？即係好多強隊去到對住阿士東維拉，無論主場作客都好容易會失分。就因為阿士東維拉佢用一種嘅防守方法，就係佢壓迫係後場，即係後防線係會推高上嚟壓迫，但係前場嘅球員咧係唔會跟住一齊壓嘅，即係佢淨係佢就會推高條後防線，後面壓上嚟，但係前鋒線就唔會一路逼住你，即係你後場組織嘅時候咧，佢就唔會逼到太前嘅。但係當你差嗰半場準備打入佢心臟地帶嘅時候，佢條後防線就會突然間推高嚟逼你。呢個就係阿士東維拉嘅防守方法啊嘛，壓迫嘅方法。咁其實佢呢一套嘢咧係需要配一個好出色嘅越位陷阱。呢個就係阿士東維拉嘅特點，裝越位好犀利嘅。好多時候啲強隊對住阿士東維拉猜唔到嘅時候，就唯有大腳踢上去。咁但係大腳踢上去咧，就成日跌咗入阿士東維拉嘅越位陷阱入面，就變咗不停越位，咁就會變咗其實踢得好辛苦啊！好多強隊對住維拉成日都就係因為你慢又唔係，快又唔係啊嘛。你慢猜到個半場佢逼你，你又會猜得好唔舒服。你打快，你又成日俾佢裝越位，咁所以呢個就係點解阿士東維拉對住強隊成日都攞到分嘅原因。咁其實車路士上一場點解可以贏到維拉，仲可以贏咁多咧？4-1咧，係咪先？其實就係因為車路士嘅教練羅辛尼，佢就係揾到一個對付阿士東維拉呢一個防守方法嘅一個踢法，就係你無論如何都係快咯。即係好多強隊成日一開頭打得快，跟住快下見到不停越位，俾維拉裝越位，咁就開始驚啦，開始諗住慢慢猜啦。咁其實冇用嘅。車路士上場贏維拉嘅方法就係，就算打得快，不停俾維拉裝越位，都繼續 keep 住快。就係因為維拉其實去到而家呢個階段，英超都去到尾聲，其實球員嘅體能係開始下降嘅，而且維拉仲要踢歐洲賽啦，踢歐霸杯啊嘛，係咪先？咁所以其實球員嘅狀態同埋體能都開始有少少下滑，就變咗阿士東維拉其實去到而家呢個階段，佢裝越位嗰個越位陷阱其實就冇咁精準嘅。其實上場對車路士都見到，車路士不停放啲長波嘅時候，其實阿士東維拉嘅越位陷阱又唔係話成功咗好多次，都成日俾車路士打到入去，咁所以最後就俾車路士就入咗4球波啦。咁其實車路士上場呢個踢法正正就係教識咗好多強隊點樣可以黑住維拉嚟踢。你就係你唔好驚佢個越位陷阱，你唔好越位幾次之後你就即刻慢翻落嚟唔快。你點都要成場不停快，你總有機會嘅。特別維拉而家呢個時候體能下降得咁勁，佢裝越位陷阱嘅精準度係一定會下降嘅。咁所以曼聯要贏維拉嘅方法咧，就係學翻車路士嘅方法，就唔好慢慢猜啦，唔好後場慢慢猜上去，就係多啲大腳揾前面啲快速嘅進攻點去衝擊維拉嘅後防線。
就係博佢嘅越位陷阱冇咁精準嘅時候去入佢波，呢個就係曼聯可以獲勝嘅方法。咁所以其實就好睇呢一個卡域克嘅取態咯，我就覺得即係如果卡域克佢係真係識得研究車路士上場點樣贏維拉，而去做翻出嚟，咁其實曼聯應該都對住維拉應該都唔會輸，我覺得作和望贏。睇下曼聯嘅取態係點咯。呢一場就係如果佢哋係選擇慢慢猜、慢慢打上去嘅，咁我覺得好大機會係贏唔到嘅，應該和波嘅機會大，因為始終曼聯主場奧脫福球場又未至於會輸嘅。我覺得維拉而家嘅態又唔係話好勁，咁所以如果曼聯決定慢慢打，而唔係學車路士上場嘅打法嘅話咧，咁好大機會就係會和波0-0或者1-1呢個我預測。咁但係如果曼聯識得學呢一個車路士上場嘅打法，就係就算失敗一兩次，俾佢裝到越位，都繼續快 keep 住快打快呢個節奏嘅話咧，咁其實曼聯贏嘅機會就會大啲咯。我就覺得曼聯可能會贏1-0、2-1咁樣咯，因為其實曼聯嘅前線球員嘅速度係唔會慢得過車路士好多噶嘛。安保姆、古亞係咪先？迪亞魯，如果你出呢3條友，其實最快嘅，一定夠快去打維拉嘅。咁所以就好睇卡域克嘅取態啦。仲有最關鍵嘅一樣嘢就係曼聯嘅休息時間係絕對要多過維拉啊嘛。因為曼聯其實上一場嘅比賽已經係3月5號對住紐卡素嘅英超比賽，咁去到呢一場對維拉嘅時候，其實曼聯總共有10日嘅休息時間 total， 而維拉其實週中係要踢歐霸杯嘅，咁所以體能優勢方面一定係喺曼聯嗰度。咁所以如果曼聯係真係肯 keep 住打快嘅話咧，亦都好大機會可以把握到維拉嘅體能劣勢。所以呢場我係估曼聯係會坐和望贏嘅。跟住就落到去第2場我要預測嘅比賽就係呢一個車路士主場迎戰紐卡素嘅比賽啦。咁紐卡素上場就贏咗曼聯啦，車路士就贏咗呢個阿士東維拉。咁其實呢一場波對車路士嚟講，其實都係非常之重要，因為其實而家大家都知啦，維拉、曼聯、利物浦同車路士4隊係爭緊呢一個嘅歐聯資格、歐聯席位啊嘛。咁其實你睇翻賽程，車路士嘅賽程其實係最難踢嘅。今次車路士其實我覺得係不容有失嘅，要攞到嘅分其實要攞噶啦，你再冇失分嘅空間，車路士已經咁，所以今場仲要係主場添，係咪先？咁所以車路士希望佢哋要好好把握啦。咁點樣可以贏到紐卡素咧？車路士我嘅預測就係嗱，其實紐卡素上場點樣贏曼聯咧？曼聯輸嘅原因就係中場嘅對抗性，中場嘅搶奪係輸晒啊嘛。因為曼聯上場係出呢一個卡斯米路同埋明路去踢防守中場。咁卡斯米路撞得嘅，但係唔算快啊嘛。卡斯米路而明路身形亦都單薄。你對住紐卡素，其實我夠膽講紐卡素中場嘅硬淨度、中場嘅對抗性，可以話係我夠膽講係英超 top one 硬淨嘅，係啦。咁所以你個中場冇分咁上下硬淨咧，你都唔應該同紐卡素去中場混戰去硬碰硬嘅，因為人哋紐卡素東拿利啊、祖連頓呢啲好鬼撞得噶嘛，係咪先？曼聯上場就係因為輸晒個中場，不停俾紐卡素打反擊，所以曼聯上場咪輸咯。咁車路士點樣可以避免呢樣嘢咧？咁其實睇翻車路士個中場球員有咩啦？卡斯道、安素費蘭迪斯，如無意外都係出呢兩個噶啦。咁卡斯道其實對抗性係唔差嘅，咁但係咧，其實佢都唔算話好大隻嘅啫。卡斯道咁真係同祖連頓啊呢啲撞起上嚟咧，可能會有少少蝕底。安素費蘭迪斯亦都唔係一個對抗性強嘅中場啦。咁所以如果車路士堅持同紐卡素喺中場嗰度硬碰硬嘅話咧，其實結果係好大機會會好似上場曼聯咁樣，就係個中場輸晒，不停俾紐卡素喺中場搶翻個波打反擊。咁其實都係大鑊嘅啫。咁車路士點樣可以避免呢樣嘢發生咧？其實就係啲波要盡量經少啲中場。啲波點樣可以盡量經少啲中場？就係後防球員攞到個波之後，多啲大腳直接踢上去俾前面嗰幾個跑咯。
就盡量唔好經咁多中場，因為你啲波一經中場，你同紐卡素要喺中場嗰度硬碰硬嘅話，咁其實車路士都係蝕底嘅。咁所以如果你啲波越少經中場咧，反而對車路士嚟講咧個優勢係越大，因為你避開咗你中場硬淨到不及紐卡素呢個問題啊嘛。其實呢一個紐卡素嘅後防線其實年紀都大嘅，即係譬如丹班33歲啦，今年查比亞右閘嘅查比亞都35歲。咁所以如果車路士嘅前鋒線係擺一啲夠快嘅進攻點嘅話咧，咁其實係可以用速度去搞掂紐卡素，去打破紐卡素嘅防線嘅。咁所以車路士其實呢一場波就應該係盡量啲波經少啲中場，咁個贏面就會大好多。咁我覺得車路士點樣去做到呢樣嘢？其實正選陣容咧，我覺得就要出加拿祖，因為帕特尼圖應該停完賽啊嘛。帕特尼圖停完賽，即係呢場對紐卡素可以出啦。咁另一邊嘅進攻點，亦都應該要擺一個快嘅。咁加拿祖其實就啱晒㗎啦。咁加埋個前鋒祖奧帕杜其實都快㗎啦。咁你直接用速度去轟呢一個紐卡素年紀都頗大嘅後防線，其實係有機會係攻得入嘅，係有機會贏到嘅車路士。所以車路士嘅正選陣容係決定一切。如果車路士嘅正選陣容佢係出彭馬去打邊線進攻點嘅話咧，咁就未必可以咁容易贏到啦。因為彭馬其實佢速度唔係好得，但係如果車路士兩邊都用晒快嘅進攻點，加拿祖同埋呢一個帕杜尼圖嘅話咧，咁車路士贏嘅機會就大咯。咁車路士仲要主場出擊啊嘛，咁所以我預計其實呢場波就兩隊都冇體能優勢，因為兩隊週中都係要踢呢一個歐洲賽，都係要踢歐聯噶嘛。咁同埋車路士條後防線係弱，即係都幾渣下嘅。咁車路士最驚係咩咧？車路士後防線最驚就係高波。車路士防守死球係好渣噶嘛，大家都知啦。其實高波你高空轟炸係炸得死車路士後防線嘅。咁所以紐卡素贏嘅辦法咧，就係禾特美迪啦。即係如果禾特美迪繼續後備嘅話咧，咁紐卡素就未必贏到車路士，因為你對住車路士條後防線，你玩速度係冇乜優勢嘅。車路士條後防線都快噶嘛，即係列斯占士啊、查魯巴呢全部都快噶嘛。咁你對住車路士條後防線，你用速度去攻係冇優勢嘅。上場對曼聯就可以啫，因為曼聯啲麥佳啊、馬沙拿嗰啲都跑得慢啊嘛。咁所以你紐卡素要贏車路士咧，就係要靠高空轟炸，就係要攻車路士嘅弱點咯。咁所以禾特美迪如果有正選嘅話咧，咁我覺得紐卡素係絕對會入到波嘅，係啦。咁如果兩邊嘅正選陣容都做啱晒，即係做晒我頭先講嘅嘢，車路士出晒兩邊最快進攻點，紐卡素有用禾特美迪正選，咁咧我就估應該入球會多嘅，因為對攻應該會係一場節奏快對攻嘅比賽。咁我就估車路士會贏3-2、4-2，因為始終球員級數方面，車路士都係高啲嘅。咁所以車路士贏呢個級數就會贏3-2、4-2咁上下啦。但係如果車路士嘅正選陣容錯咗，即係佢冇出到加拿祖正選，而係用咗彭馬去打邊線進攻點，咁樣咧，而紐卡素嘅正選陣容啱，有出呢一個禾特美迪，亦都有用高空轟炸去炸車路士弱點，咁樣咧，紐卡素就反而坐和望贏，就有機會贏車路士2-1咁樣啦。咁而如果兩邊嘅正選陣容都錯，即係如果紐卡素禾特美迪後備冇玩高空轟炸，車路士又冇用晒最快嗰兩邊進攻點嘅話，咁咧其實我都覺得係車路士坐和望贏，因為始終級數車路士係高啲嘅。咁所以就好睇兩邊嘅教練做唔做得啱啲嘢啦。咁但係我而家就先假設兩邊教練都做啱晒啲嘢，咁我就估車路士應該主場出擊可以贏到3-2或者4-2，但係車路士其實點都失波嘅。我唔相信車路士可以零封到，因為車路士條後防線本身都渣，係啦。咁 Part 1就嚟到呢度啦。Part 2就會講呢一個利物浦對熱刺嘅比賽，係啦。咁多謝大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呢一個嘅頻道。拜拜，我哋下條片再見。